繼續來看基隆的石公潭，是市政府公告的危險水域之一。有一個53歲男子帶太太甲囡仔到石公潭耍水游泳，想袂到耍到一半，這個男子卻渡水沉落去水底。在邊仔巷內民眾聽到太太的呼救聲，趕緊跳落水，把這個男子救起來，急救送病院，但是也是救無轉來，亡生了。查甫人倒佇土骹，無喘氣心跳，本來人圍佇咧伊邊仔，有人負責 CPR， 有人一直咧甲叫，希望查甫人趕緊精神。原來伊無說你渡水，狀況危急。幫他 CPR， 然後幫他挖喉嚨，有吐出來一點，但是還是沒有恢復呼吸心跳。查甫人敢若渡水的所在，就佇咧基隆7堵的石公潭，因為溪水清過涼，熱天若到，總有袂少民眾來遮耍水。不過昨下晡3點外，53歲主姓查甫人甲太太帶2個囡仔到石公潭游泳耍水，想袂到耍到一半，太太發現紅屎嗆水了後，一直攏無起來，趕緊甲邊仔民眾喊救人，附近的民眾看到就趕緊來救援。他老婆請我們下去，說她老公在下面，然後我們再去救他，起來身體已經發白。在練習什麼潛水，然後已經下去10幾分鐘。民眾做伙甲主姓查甫人救起來到急救，不過到消防人員到場，伊攏無恢復喘氣甲心跳，雖然緊急送醫，不過過長工半暝2點，原來是救無活。來到石公潭，當會當看到市府放的紅色警示牌，頂懸寫袂當耍水游泳。根據了解，石公潭是一個爛沙壩形成的水潭，不過水的深度無潮，部分的區域深度有到2公尺，現場嘛無人管理，才發生意外。所以市府早就甲石公潭列作較高發生渡水案件的地點，甲危險水域。它是屬於一個水利設施哈，並不是一個水域遊憩設施。因為石公潭它本身看似平靜，可是它經常會有一些漩渦，還有就是它有很多地方是深不見底的。另外有日頭咧照，石公潭的水下甲無像黃的所在，水的溫度甲有熱力的所在是差袂少。溫度若差多，就暗中危險。熱天耍水涼一個是真讚，不過民眾原來是莫去禁止的所在，避免造成無法度挽回悲劇。